Hello， 大家好，又係我 Joyce。今日同大家一齊參觀嘅單位咧，係一個非常之方便嘅單位——馬鞍山新港城4期。4期正正喺地鐵站上蓋嘅屋苑啦，同埋樓下有一個大型商場，所以除咗交通方便之外咧，一切買嘢啊、食嘢或者睇戲都非常之方便㗎。事不宜遲，出發睇睇呢個單位先。今日同大家一齊參觀嘅單位咧，係馬鞍山新港城4期，一間兩房開則，我哋俗語上就叫做眼鏡房嘅兩房單位。我而家咧靠近門口呢個位置，大家可以望真啲個客飯廳，係一個接近正方形嘅方方正正開則。咁然後咧可以根據大家唔同需要啦，將家私擺位咧就可以咁樣分割開為客飯廳。假設因為我見過唔同嘅擺位啦，咁如果你話係中間呢個位置放一組梳化，咁就可以分隔為前後兩區。後邊呢區咧可以做飯廳，放到飯台啦。咁然後咧就近呢隻窗呢個位置放電視，咁就變咗客飯廳兩邊咁樣啦。咁客廳呢隻窗咧望出去，咁我哋喺呢一個角度可以望返去飯廳。咁飯廳原先咧，業主就將呢個位置加到幅玻璃，咁全屋就更加好似擴大咗個空間感啦。睇埋個廚房先，廚房都好寬敞㗎，就 keep 住原裝櫥櫃，台面都好夠。繼續睇埋個廁所先，浴室嘅窗都夠大。咁呢個單位咧 keep 住做浴缸。睇埋兩間睡房，左手邊睡房，如果你用埋窗台咧，可以放到張雙人床之餘咧，喺門呢個位置可以間到一個到頂嘅大衣櫃位出嚟㗎。咁呢間房間咧，景觀都非常之開揚，方向向正東南，望到馬鞍山景。我哋睇埋第二間睡房，其實兩間睡房咧 size 係好接近嘅，不過咧窗台位就有啲唔同。呢一邊嘅窗台位會短啲，但依然有隻窗喺度嘅，同埋個景觀咧望出去就會望多咗自己屋苑內園啦。咁可以再提升啲個 size。睡床衣櫃絕對冇問題嘅，啱晒啲上車一族。大家睇下單位啦，覺得點樣呢？歡迎隨時留言話我知啊！如果想睇樓或者需要任何樓盤，包括一手、二手、全港九嘅樓盤資訊，隨時聯絡我 Joyce， 我俾翻啲最 update 嘅資料，大家比較參考翻啦。如果大家中意呢條片嘅話咧，希望大家俾個 like 我 ，subscribe 我 channel，share 俾揾緊樓嘅朋友仔比較參考翻啦。多謝晒大家，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